你无拖来。 这两再一次好不好？再比一次哦，看吧，抓着小朋友，来小朋友，来，好不好玩？站对队啊，1、2、3，上！好，手又没有放下来。伫咱这双十国庆周，伫咱鹿港公会堂头前舞台是咱全台湾省上大一个弹珠台，会当讲伫咱这安尼4天的连假也是一个最适宜一个亲子活动全家一个旅游尤其咱鹿港嘛非常多小吃古迹会当讲邀请大家会当来到咱这鹿港公会堂头前，尤其这次咱来伫这。 10月初10到10月13，周边还有一寡这游乐设施，包括海盗船、旋转木马，还有一寡气垫，这种非常适合一个亲子的一个活动。欢迎咱所有的好朋友会当来到咱鹿港来做旅游，欢迎来到咱公会堂头前来参加这个老少咸宜千万大家也不要一个错过。 我们得提供给弱势。那在场当天，我们发送这个游戏券，弱势团体给小朋友来共襄盛举这个活动。来比赛，走过去。来，这个稍微看这里一下。好棒哦！好棒哦！ 好棒哦！比个赞。